Hello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我们要抽什么？王云凯？我们今天是小小导览员王云凯、利乐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抽3月21号的晚场的幸运观众。那先抽，好，开始。哦，终于抓了一把上来。哦，好，来给我上。好，那我先来公布一下。第一个是，这是21排28座，是吗？是的啊，是吧？好，第一位，第二位，23排14座，第三位，哇，这个好靠前啊，1排15座，好，第四位3排1座，第五位